陪你閱讀，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想你愛上閱讀，邁向成熟。英國著名人文學家兼神學家葛拉漢沃德，佢喺2009年出版咗一本重要嘅著作《世界與教會》，主題係作門徒與政治。呢一本書嘅中譯本被編列喺中原大學基督教學術叢書翻譯系列裏面。沃德本身係當代英國著名神學運動激進正統派嘅主要代表人物，佢致力於同當代各式嘅人文思潮展開對話。《世界與教會》呢一本書原著係沃德喺教會和後現代文化系列叢書裏面嘅第4部。全書談論到後現代世界，提供咗一個政治本質嘅視覺，透過閱讀時代嘅徵兆，對世界呢一個處所嘅現況提供咗深入嘅描述，並且從神學資源同埋教會身份去反思同埋回應現今可以做啲乜嘢嘅問題。呢本書嘅第一部分係世界，沃德分為3章嚟到去討論民主、全球化、後世俗3個議題，分析喺近代歐洲、美洲同埋澳洲呢啲等等嘅地區社群當中嘅主流狀況同埋問題，探索佢哋嘅意識形態同埋建構同後現代對話嘅信仰理論框架。第2個部分係教會，有4章。作者佢轉向實際嘅應用，並且檢視咗基督門徒喺一個全球化世界裏面嘅複雜處境同埋任務。沃德認為世界與教會唔應該被理解為2個對立嘅領域，因為教會正正係處喺世界嘅時空裏面。如果教會想解決世界嘅問題，必須先了解世界。世界與教會係互相吻合嘅。呢本書嘅原著副題係成為後物質嘅公民。喺耶穌時代嘅門徒喺主死後復活同埋升天呢啲經歷之後，佢哋喺度尋問自己應該做啲乜嘢嘢。呢個係耶穌時代門徒嘅問題，其實亦都係每個世代嘅門徒所要提問嘅問題。為咗回答呢個問題，門徒就需要去理解所處嘅環境。呢本書嘅主題就係作門徒嘅政治。對沃德嚟講，門徒係教育方面嘅用語，當中係涉及咗老師同學習嘅途徑，而基督就係呢一個嘅老師，真理嘅聖靈就係帶嚟學習嘅方向。門徒透過理解、聆聽同埋觀看，去跟隨、信服、參與同埋效法於基督。呢個唔係重複做相同嘅行動，而係以不同嘅形式去重現。門徒本身就係具備政治性嘅，因為門徒連於基督同埋眾門徒嘅關係當中，而且介入於基督嘅信息同埋立場，以及其他政權同埋帝國之中。如今作門徒嘅政治並非提供一套基督徒或者係教會嘅政治倫理，而係對作為門徒所展現嘅政治提供描述。後物質主義係社會學家英高克喺上一個世紀70年代提出有關社會嘅狀態，就係當人嘅基本生存價值，譬如食物同埋身體嘅保障要得到確立，人就會有價值嘅轉變，就係朝向追求生活嘅質素
譬如人權、自由、美感嘅滿足，同埋群體等等嘅價值。呢本書對基督教世界觀同埋作門徒政治嘅描述，就係要發展一套對應後物質主義者嘅神學形上學，以成為回應時代或者係世界種種問題嘅天國公民。我推薦呢一本書。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